你唔好再嚟啊！你搗亂啊！嚟到呢度，叫你走啊！我只係交低袋錢啫。走啦走啦，呢度冇，走走走。喂，花生片。走。你走啦。點解要走啊？即刻走啊！喂，哦，呢位唔可以答我，哦呢個係啊，即刻走。近期網絡上流傳一段影片，關於石仔義工隊阿潤於永光堂趕走同為教友嘅著名鐵路迷羅哲森，當中更出現大聲呼喝嘅場面。呢條片會講解成件事嘅過程，仲會講解咩叫石仔義工隊，咩叫生日群組，仲有乜嘢係錢袋。2025年5月25日星期日下午5時左右，羅哲森闖入永光堂石仔義工隊活動範圍，諗住揾一個生日群組管理員，並想同佢交收錢財。生日群組全名為慶祝生日群組，於2023年5月25日創立。現任最大管理員為羅哲森，設有多個管理員職位，包括總統、副總統、財長、秩序委員等。該群組會於一年舉辦4次生日會，不過當中有成員及管理員過於活躍。甚至會出現大聲唱歌、整蠱別人，甚至係坐上購物車。石仔義工隊逢星期日下午3時至7時都會於永光堂4樓範圍舉行聚會，當中有桌遊、羽毛球、唱歌、彈奏樂器等活動。而所謂嘅錢袋就係收集生日會參加者自願捐獻嘅錢，由財長管理。不過，由於財長因反對羅哲森嘅政策被撤銷職務，錢袋需要交俾處理財長。我哋一齊睇下完整事發片段。可以揾學球。哇！你叫佢落去揾你。你㗎，佢話嚟嘅，佢話嚟。喺邊啊？我點知我喺邊？喺度，入邊啊！打緊羽毛球啊！最後嘅10秒。你去先啦。我哋3-3最唔係啊！我只係交低啲嘢俾佢。團啊！開波！喂！哇！我哋打球，我只係想交啲嘢俾佢。咁你出去啦！我叫佢出嚟揾你啊！我幫你避啊！真係慘啊！我哋唔好入嚟有你。我幫你避啊！劉志生。你認為呢個教嗰啲人點樣唱啊？你等一陣，唔緊要，生意喺度唔緊要。我相信呢啲係佢哋。羅志森啊！喺度。係喎。乜嘢？而家你係呢個處理，同佢搞啊！你開記者會落樓下啊！我哋呢度唔係做記者會，而家你係做呢個處理財長啊！你唔好再嚟啊！你搗亂啊！嚟到呢度，叫你走啊！我只係交低袋錢啫。走啦走啦，呢度走走走。
有啦，乜嘢？走啊！即刻走啊！喂，我哋搭嗰部 lift，嗰部 lift 都搭。嗰啲咪唔可以搭喎。係啊，即刻走。做乜唔歡迎佢啊？繼續。我哋做咩啊？做乜唔歡迎搞到好混亂啊！呢度。一嚟就好亂喺度。唔會好亂啊！咩亂？繼續。羅哲森被人趕走後，於樂富站接受本台訪問。喂，點啊，劉先生？假設好開心喎，係咪啊？喂，假設好開心係咪啊？假設好開心啊！咩啊？係咪假設好開心啊？應該係搞笑，我冇搞事，我邊有搞事？頭先人哋管理員都話你搞事咯。我冇搞事。你冇報名啫，有冇上去㗎？嗰度係我教會嘅範圍。睇睇先，唔係你嚇？你搞唔該。我係永光堂嘅會友，我有權入去永光堂嘅範圍，嗰度係個走廊嘅範圍。但你冇報名，呢個係管理人員嘅規定，唔係我嘅規定。嗰度唔需要報名㗎。係要報名。唔係啊，你聽我講先啦。嗰個係走廊範圍，嗰個係通往廁所嘅範圍嚟㗎。頭先嗰條係通往廁所通道嚟㗎。你冇報名就唔入去㗎啦。你唔好嘈，你唔係我哋嘅會友。呢件事我會交俾我牧師去處理，我唔作任何評論。會唔會走向司法程序啊？我會交俾我牧師。冷靜先啦，冷靜先啦，你司法程序啊！我好冷靜，我而家冇打人啊。咁你有鬧人喎？唔會，呢件事交俾我教會牧者去處理。如果你開直播解釋，你有冇俾人鬧？開直播啦，你回應下簡單嘢都好啦，我會交俾牧者去處理，你哋唔好搞大件事。嗰啲人，你解釋下點解會發生咁嘅事嘅？我唔知道喎，我唔知道。我上次去冇報名，但係都冇嘢。我上次只係去交低啲嘢，我即刻走。冇嘢。你係咪因為冇入活動組而即係咁大個嘢？邵景嶺啊！喂，5:30係啊，講咩活動組啊？233活動組咯，你要揀你去定唔去嘛？我唔評論。羅哲森於5月中表示，因為活動組已經淪為權力鬥爭，製造分裂，沒有意義，佢會退出所有活動群組。而石仔義工隊負責人阿潤要求所有人上去永光堂參與活動前報名，以便控制人流。佢於事發後不點名批評有人成日講規矩，但係自己又唔遵守，仲要阻住人哋玩，亦指羅哲森於多次勸喻後仍然堅持留低。而開辦活動組用於舉辦活動，畫面中大眾活動已經停止營運。而233活動組則用作代替大眾活動。